走得唔冤枉，卡域克上任7日之後就睇曼聯 U21 嘅比賽啦，而阿摩廉上任1年半都冇認真睇過。而卡域克作為臨時主教練上任嘅7日之後就睇咗曼聯 U21 嘅比賽啦，呢個亦都係阿摩廉執教期間從未做到過嘅事情啊！卡域克亦都明白俱樂部幾十年嚟最出色嘅球隊當中都會有包含青訓球員，關注青訓學院嘅人士亦都認為呢一種理解喺阿摩廉身上並唔存在啊！呢一場比賽曼聯 U21 最終亦都係以3-2戰勝咗士砵亭，才華橫溢嘅史堅倫冇此戲法啦。而阿摩廉曾經有一次喺卡靈頓順便觀察咗一陣青訓學院嘅比賽，但係喺1年半嘅任期之內佢仲未真正花心機係觀看成一場青年隊嘅比賽㗎。而阿摩廉喺曼聯期間亦都堅持一切按照自己嘅方式行事啊，並且亦都暗示過當時嘅哈里亞馬斯喺英冠租借期間好掙扎，指出奧比馬丁冇每一場比賽都能夠喺 U21 首發，並且喺未經詢問嘅情況底下點名托比高利爾啊！曼聯嘅青訓人士都認為呢啲係越界嘅行為。